讲到上帝的囡仔会得更较好的性命，咱请庄牧师。亲爱兄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万管灵的上帝，阮聚集伫你的圣殿，阮来敬拜你。一代搁一代，主你是阮徛起的所在，你也是掌管阮、保守阮、祝福阮生命永远的上帝。主你今仔日的礼拜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阮有听到圣神对阮的鼓励，以及你的应允讲。你要将上好的活命来赏赐予阮，世世代代敬畏你的百姓，拢安尼见证，也伫你的圣所看见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。但即时，阮正兄弟姊妹，阮的家庭，阮大大细细做伙，伫你的圣殿内底来敬拜，恳求天父上帝甲阮的家庭分别做圣，互阮甲阮的囡仔做伙领受上帝你对天而来的稳定甲活命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，恭敬拜伫你的手中。主，当阮拍开心门的时，恳求你对阮讲话，不但赏赐你活命的话，阁赏赐你的圣神，互阮有能力活出来上帝你的教示甲主你的话语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礼拜，咱的教会青年伫照往年的因的行程，咱的囡仔伫寒暑假拢会有一个圣经营。今年的圣经营，才会较大汉的青年因伫咧计划今年的圣经营的时，因做伙祈祷，做伙参详。后来因甲牧师讲，牧师，阮伫今年想要学习的一个题目，叫做选择。这个题目互我真大的感动，因为咱的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，敢毋是安尼？咱的一生对少年到年老，对日出到日落，对年头到年底，逐工咱困醒时，第一个代志，咱就想讲，今仔日我要穿啥物衫？然后咱就想讲，今仔日我爱做啥物工课？可能咱阁会选择讲，今仔日我要食啥物？咱的人生拢是不断的选择，时时刻刻拢在选择，但是真侪时阵，咱的选择无一定拢是重要的。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伫咱的人生中间重要，但是毋袂使说上重要。这物件真重要，但是敢有比这个较重要的功课？亲爱兄弟姊妹，我实在真欢喜，嘛真期待。这礼拜就是顶礼拜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才会家长恁送恁的囡仔来教会参加这个冬令营。其实我真期待恁会当留落来，你会当甲牧师坐做伙，甲咱的囡仔揪来身躯边，咱甲咱的囡仔做伙讲话，求主怜悯咱做士大人。有时咱伫无意中，咱过去的选择，不但无真侪囡仔的祝福，有当时反倒当真侪囡仔的错觉，因为过去咱的选择，今仔日咱当大人了后，咱感觉今仔日因为耶稣基督，咱看迄个做本色，但是囡仔要阁停留伫过去，咱的选择，伊的错觉感觉。以前爸爸妈妈做的决定，因今仔日伫迄个影响的下面，求主怜悯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礼拜就是一个祈祷讲，主啊，我要甲我的囡仔做伙坐伫你的面前，做伙来成长。青少期牧师以你们为荣，嘛真欢喜甲恁做伙。这是上帝互牧师一个足宝贝的时间，甲恁讲话。但是有的话，毋是真简单的讲了。恁咧当大人的过程开始，恁开始真做有选择能力、有主张、有思考。但是当恁要反驳恁的爸爸妈妈的想法的时，不要太快。
不要错觉讲你的爸爸妈妈已经老啊，还是讲年纪大啊，退流行，毋是。包括牧师，包括上帝，有真侪时阵开始，恁有真个主张，但是你的错觉会感觉，爸爸妈妈已经老啊，所以你的主张无搁再是最夯、最流行、最正确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做伫上帝的圣殿的内底，你甲你的囡仔满咧。如果你的囡仔今摆无在你的身边，你嘛当想想。你将你的心肝宝贝，该满伫你的身边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有好的亲子关系。我嘛要甲我的囡仔做伙，定心伫上帝你的真理的内底，来学习怎样选择生命中间上好、上好、上好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因为过去咱的人生毋是干那过去，甚至将来咱嘛有可能是安尼。因为咱是一个有限的人，咱的判断、咱的选择、咱的主张，拢会无共款。伫咱这个中间，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若做伙咧参详一项代志，可能有真侪代志会无共款。这是好的代志，因为咱对无共款的角度来看。咱的选择，但是注意，咱问上帝讲：上帝，即摆我的看法，我的选择，敢真正是上帝你看最好？所以，互圣神提醒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有一个意识，伫我人生的道路无用试试，到底我咧无用什么？愿天父上帝施恩赐福，互咱伫人生中间。咱渐渐愈来愈有能力，愈清楚知影讲，主啊，若毋是上好的，我无爱。我甲咱坦白讲，真正我伫少年的时阵，捌安尼甲上帝，毋是呛声，我毋敢。但是我甲上帝讲，主啊，如果你若是上好的上帝，那安尼，求你将上好的生命赏赐互我。人生只有一次。若毋是上好的，我无爱。到月半啊，毋知死活。咱是啥物人？咱敢伫上帝面前，安尼甲上帝呛声？毋是，是因为咱知影上帝听咱。阿免吗？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讲，毋是上好的画面，我无爱。这毋是甲上帝呛声，这是一个戆囡仔。一个愚妄的人、未晓的人，一个较无真理的人，伫上帝的圣殿内底来仰望，想要看见上帝的荣光甲伊的尊贵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所听的姊妹，是对内面上帝光，互你欢喜讲：主啊，我已经知啊！一个新的眼光、新的灵、圣神的帮助。今仔日的题目是一个宣告，上帝的确将上好的画面赏赐予咱。咱今仔要读两段圣经诗篇，代表伊的祈祷，以及希伯来书代表新约初代教会犹太人的基督徒。这两段圣经中间拢环绕着一个上帝所赏赐是上好。那咱就今仔日的礼拜。咱对心中安尼深深讲，主啊，我深深相信，我虽然未堪得，但是上帝你所要给我的生命，一定是精彩无比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勇敢安尼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的生命是充满赞叹、充满欢喜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定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继续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咱的青少年，即摆因足认真，捌有一个心理读心理学的教授，伊甲我咧讨论讲主日学的工作，伊嘛咧提醒讲，其实囡仔的专注能力、注意力，其实是足低，所以囡仔若伫
聚会中间、听课的中间度孤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这是囡仔伊伫迄个阶段年龄必然的。我同意，但是我嘛知影，小小的囡仔，若有上帝的话甲上帝圣经，甲因相合伫地，因会超越因学习的能力。咱的囡仔青少年，无论暑假、还是冬令营，因甲牧师安排的时间，拢一个专题演讲90分钟。兄弟姊妹，恁若伫即个所在坐半点钟听牧师讲半点钟的讲道，恁就可能会感觉讲有够久啊！囡仔坐90分钟，有够可怜，忍受，搁再忍受，搁再忍受。但是主实在是听咱的囡仔，咱的囡仔真正尊重牧师，因伫每一摆的圣经营中间，检查有拄久，但是因实在谦卑的领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爱你的囡仔受祝福，咱就同齐点到咱信仰的这段，伫你的家庭。伫你的个人的中间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开始，咱的人生是一个选择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上帝设使我的人生，若是有100年，每一年我都买一粒水的珍珠。设使我的人生若是100年，每一年拢是一粒真宝贝的珍珠。我所选到的，我一年甲伊创造伙。到伫我年老的时，我离开我的囡仔时，我要将上帝所予我这100个宝贝珍珠破链，该挂伫我的宝贝囡仔的身上，该讲爸爸要离开你，但是爸爸将上帝所予我这个生命的珍珠挂伫你的阿妈棍顶悬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咱的生命是一个选择，带咱的囡仔做正确的选择。当人面对选择的时候，耶稣有一个真宝贝的教示，伊甲伊身边的门徒甲众人安尼讲，记载伫马太福音对5章、6章、7章。马太福音5章、6章、7章是一个足宝贝的，咱叫山上宝训。伫迄个中间有真多。对基督徒的造就、教示、甲要求，耶稣伫迄个所在，甲伊的门徒讲：免烦恼，你明仔载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；免烦恼，今仔日你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因为迄是外邦人的看路，也在想即句话。世间人无可能无烦恼，你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有某一种的代志，比食、穿、用更加重要。现在你同意吗？咱的一生有什么种对几摆的选择，是甲食、穿、用无关系，是甲上帝的权能、荣光、国度有关系。你若注意，搁甲读这句话读落去的时，你就知影耶稣伊的提醒，上帝伫这个世间，甲咱找倒来；耶稣伫这个世间，甲咱拯救起来，为着要带咱倒到上帝的身边。然后耶稣将一项上宝贝予咱。我相信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你拢会记得这句话，因为耶稣甲伊的门徒讲。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，兄弟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当然，天国、上帝国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象征性的一个图像，就是天堂。这个天堂跟今仔日有关系，这个天堂嘛，跟将来死了后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有关系。亲爱的姊妹，但是这个国度其实
伊是咧指一种的状态。你来用状态来想，你就会当真具体。今仔日我活伫心中的环境、心中的境遇，上帝国就是一个境遇。伊的意思就是求上帝互咱会当活伫上帝伊的平安的国度、伊的丰盛的国度、伊的荣耀的国度、伊的掌管的国度。一旦咱若住伫一个富足的老爸的身边，这个囡仔就亲像天公仔囝，伊就减少真多的快乐，因为伊相信，我若需要的是我的爸爸，伊就是我的供应者。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先求上帝临在同在，迄种的丰富，然后小小的这几字，伊讲这些东西，就是讲你原本所期待的假清用，上帝嘛要甲你陪伴，或者你相信吗？咱的心中若先有上帝，水到渠成。咱的心中若有上帝，主耶稣讲，上帝毋是爱恁做先，今食40天拢啥物拢莫食莫啉，毋是。上帝为咱陪伴每一日的吗哪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回想主耶稣教咱的祈祷讲，伫主耶稣的主导文最后一句话讲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或者，那咱的爸爸，伫咱的产业，伫咱的家庭，那咱的爸爸有这3项宝贝的产业，那安尼夫复何求？咱阁惊什么欠什么？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在伫上帝，所以既然伫倚靠上帝的人，咱就相信这个国临到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意识到过去我所经的毋是上好，今仔日圣神带我来到上帝的圣殿读圣经，伊就亲像2000年前圣神忽然互保罗对伊的生命的中间有一个足清楚的眼光。伊讲以前我看世间的荣华富贵做宝贝，但是今摆我因为耶稣基督，我看这个真最次要的。伊甚至用一个讲足粗鲁的话讲，如粪土。真正呢，圣经的话虽然粪土足文雅一个字，但是迄个字伫当时就亲像迄个屎坑内底，迄个内底的粪是臭光光，无人爱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开始，毋是干那将囡仔的信仰的造就交互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当然牧师足欢喜，恁有这个互牧师甲陈牧师做伙有这个机会，阮陪恁的囡仔，这是阮的心内的欢喜。但是我嘛要邀请兄弟姊妹，若有机会恁今仔对恁问因讲，这3天你最大的感动是什么？因伫这3天中间有真多，连大哥哥大姐姐嘛足感动的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将一个伟大的事情，今仔日的圣经特别希伯来书第11章40节，更美的事，开恁的目睭。你今仔日开始改变咱的选择。你今仔日就会甲你的囡仔讲，孩子，你的生命可以更精彩。兄弟姊妹，嘛唔通袂记你甲你家己讲，我的生命也可以更精彩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干那为着囡仔来讲这篇的讲道，是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你若期待你的生命是一个更精彩。囡仔拢足惊输人啦，我就很逊了。你该舌头甲讲，不用比较，因为生命有太多的竞争，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安尼。擦亮你的眼睛，因为你原本就是上帝的宝贝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来学习今仔日的圣经。
今仔圣经甲咱讲两个真要紧的主题，第一就是选择。代表讲我只有一项事，就是永远去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你会记无？代表是一个真知影轻重的人，伊知影什么是上重要，什么是次要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如果照牧师的鼓励、譬如说明，我的每一日拢是一粒珍珠，我的每一年拢是一粒珍珠。主啊，我欢喜，我要将每一日拢甲伊串联做伙，一年都有365粒的珍珠。我一生就有100粒真大官上帝你的荣耀所赏赐。原来伫上帝面前，咱来做选择。我要甲咱分享，伫这3天的中间，牧师甲囡仔提醒3项代志。兄弟姊妹，如果恁若是互这个机会，互你要甲你的囡仔讲人生重要上重要的选择，你想到什么？如果咱互你会当甲囡仔讲人生中间的选择上重要的3项选择，或者请问你要甲你的囡仔讲什么？有太济的选择，你想要甲囡仔讲？男怕选错行，女怕嫁错人。这文绉绉的意思讲，查某囡仔上重要就是选择什么种的职业行业。查某囡仔上重要就是选择要嫁什么人。这种的话已经过去啊，因为今仔日唔是这种男人离家主家的这种的过去的汉文化的观念，唔是。男女孩子都一样，怕选错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甲囡仔讲话。我牧师所分享的无拄是，当然是上重要，是牧师伫这个阶段感觉，对咱的囡仔来讲，真重要的3项代志。第一，信任上帝。检查咱的囡仔要信任上帝无简单，因为有时当伊开始成长的时，伊开始有思想能力的时，伊会烦恼讲，这个不存在的上帝，那我怎么能够接纳他？伫咱看袂到的是犹原相信，这才是信心。所以第一个牧师甲咱的囡仔讲，上帝能成为你一生的依靠。或者你继续甲牧师做伙，将这个信心来建立伫你的囡仔的心情。兄弟姊妹，你的囡仔若到一个阶段，洗礼唔是一个必然需要的宗教行为。你的囡仔若到一个成熟的阶段，洗礼唔是为着教会会员名册增加一个名额，唔是。如果你的囡仔若到一个阶段，伊伫选择洗礼的时有困难，兄弟姊妹，你爱保护伊，你爱真慎重、真温柔来了解伊的想法、甲伊的困难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信任上帝无空空。第二，我甲囡仔鼓励讲，不要有自卑感。真侪囡仔伫成长的过程顶端，因为追求完美，所以对于自我的图像，有时候是负面的，伊会感觉不足，然后伊会感觉羞愧、歹势，然后伊会感觉自卑感。选择做什么种的人，不是干那信仰的问题，对吧？选择做什么种的人，其实就是人生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明白，圣经早就已经甲咱讲起，上帝创造咱的时，伊讲好得无比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荣耀、生命新的图像，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活出自己，不是跟别人比，是认识自己。所以在这个灵修会过程顶端，有一个囡仔跟我问讲：“牧师，我有什么优点？”我讲：“你要自己找啊。”
虽然牧师看得出来你们的优点，但是你要问上帝，上帝爸爸，我有什么样的优点？兄弟姊妹，不是干那你的囡仔重要。咱若是一个有很好自我图像的父母，咱的囡仔会以我们为荣，咱的囡仔因会抬头挺胸，咱的囡仔袂亲就乞食，咱的囡仔出去卖脚啊咧咧，因为伊感觉我伫砖头中间行来行去，人拢尊重我的爸爸，甲尊重我的妈妈，对不？行路有风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三，咱的囡仔将来是无限的，拄咧开始。兄弟姊妹，与你的孩子一起活出精彩的人生，这是今仔日牧师的心意。因为原本今仔日这个题目不是我的讲道，这礼拜讲道的排序内底的主题，但是也因为来的是时间。咱的囡仔因拄就是经历了这种的圣经的教导，所以牧师要邀请恁打铁趁热，甲恁的囡仔做伙来追求上帝的孩子配得更好的生活。兄弟姊妹，你甲你家己讲，上帝，我是你宝贝囝，不是最好的生命我不要。兄弟姊妹，抬头甲上帝讨讲，上帝你是荣耀的上帝。我是你的囝子，唔通互你家己闹亏。主啊，唔是上好的人生，我无爱。不要曲解圣经内底咧讲的上好的人生。上好的人生唔是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。上好的人生嘛，唔是做大官、赚大钱。上好的人生就是有上帝荣耀权能，甲你三甲地地。主帮助咱。今仔日所读的希伯来书11章真宝贝。其实，恁应该不是头一摆听到牧师用这篇的讲道。去年的10月，牧师嘛用这篇讲道讲活出精彩。今仔日牧师又用这段的圣经，因为这段的圣经非常非常的宝贝，伊代表整个所有的希伯来书短10几章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无人知影，但是伫初代教会，这本册是写予犹太的基督徒，意思就是第2代、第3代、第4代的基督徒，不是第1代的无道有本基督徒，不是，就是世世代代拢敬畏上帝，但是无明、无了解信仰的犹太人，所以希伯来书是重新互用新的眼光来看因的祖先的信仰，然后活出美好。希伯来书有一个足特别的特色。伊伫这本册内底讲到10项，上帝更美好的应许，上帝跟我们所立定更美好的契约，上帝是给我们更美好的盼望，上帝是给我们更美的事情。如果你有兴趣对读，你若读到一个更美的，你就看手伫咧圣经顶个该翻来讲，主啊，圣经所写我要爱有。我相信，既然谦卑安尼甲上帝讨的在座兄弟姊妹，你们的生命一定会成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纯粹相手。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我也未开始读希伯来书，但是今仔日的讲道有感动我，今仔日的礼拜有感动我。我纯粹我的相手，主啊。将更甘甜、更有盼望、更美好的生命，今仔日赏赐予我。愿上帝祝福恁伫今仔日的礼拜。这是2000年前教会礼拜讲道，伫这个主题中间讲到更美好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你的明年比今年较好吗？你愿意你的人生是愈来愈甘甜吗？你愿意你愈来愈成做真实的基督徒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唔通停伫遐无振动，有感动，才有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圣神祈祷讲：
主啊，赏赐我一个新的眼光甲观念，将我旧的观念摕掉。过去检测我的观念就是趁钱是一生中间上重要。今仔日趁钱有关重要，但是伊毋是上重要。昨我甲恁的囡仔注入一个真要紧的观念。英国的清教徒的教会，伊咧教囡仔安怎理财的观念，恁想要听无？英国会当真做世界日不落国，伫几百年的中间，伊殖民了偌济国家。我毋是咧讲即种国家安尼标准基督徒的标准的图像，毋是啊吼，恁人误会。但是凭什么英格兰民族这个国家，伊因为信用2000年的信用，和这个国家叫做世界一个足特别的国家。咱的教会是对清教徒的教会背景来的。因为咱是对英国的苏格兰的教会来，因为教囡仔是有一个口头禅，认真趁钱，哇赞！兄弟姊妹，你一定拍破啊！牧师赞，多谢你教我鼓励我的囡仔认真趁钱。第一，认真趁钱；第二，认真欠钱；第三，认真奉献。兄弟姊妹，第三项唔好甲伊剪掉呢。兄弟姊妹，上重要才是第三项。恁都要想，伫世间中间，什么是上重要、宝贝选定？认真奉献的意思就是，主我欢喜，因为你互我，所以主啊，我的奉献是出于欢喜，我的回应。就算这是一粒糖柑啊，就算这是一个小小的玩具，我对努力啊，朋友互我，我紧摕到互妈妈讲，妈妈，我这做好的，我互你。兄弟姊妹。愿咱想有，愿咱愿意，信仰就是好得无比。所以今仔日希伯来书咧讲10种好得无比，更美就是保罗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23节，做好记吼。腓立比书123，腓立比书123做好记。腓立比书就是保罗家己俄罗的马其顿教会的第一间教会。如果你有注意牧师过去讲道，伊咧讲起上条马其顿这个教会最大的生命的自我图像，甲伊上水的迄个马其顿教会，伊人想到就一个图像。伊讲虽然送香悠然慷慨，伫困境的中间悠然满满喜乐，哇！这才是真正上帝同在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愿这圣经有鼓励你，对心来欢喜讲：主啊，我想要更加了解，我想要更加深来了解圣经内底所讲的更美好的生命到底是什么。所以，甲你的囡仔讲3项，这是牧师讲过，你嘛会使阁甲伊讲。你甲你的囡仔讲，爸爸妈妈虽然很平凡，但是你是上帝所想说爸爸妈妈的，咱拢是上帝所听的囝子。兄弟姊妹，宣告、宣告，咱拢是上帝。第二，甲你的囡仔做为思考，你的家族、你的家族，要真侪什么种特质，有什么种的品格，什么种的主张伫恁的家庭的内底。恁行出来了，人就讲：哦，人因某某人的家庭，遐囡仔真正就是无共款，甲厝边这囡仔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恁捌听过咱的厝边咧俄罗德登教会囡仔吗？哦，你德登教会囡仔甲人无共款。古早我捌听见，但今仔我毋知，敢有继续人安尼咧讲。咱的隔壁戴先生，伊过去开始做这个社区发展理事长的时，伊逐暗透早起来也要气死。半暝伫遐打篮球了，透早起来，就真侪遐个保特瓶啊、铝箔包装啊，甚至有一寡酒干啊了，佮讲互破。伊讲，专牧师恁教会囡仔，我看做无共款。咱的囡仔有荣誉感，咱的囡仔不但有荣誉感，咱的囡仔知影，什么是水，什么是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
每一摆礼拜拢是更清楚的认识上帝的荣耀，甲上帝所要予咱。伊讲成就我的国甲我的义，上帝的国比这个世间的国较重要。兄弟姊妹，安静思考，谦卑领受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的一生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重要。牧师唔敢甲恁讲无重要，就亲像咱的信仰的前辈、清教徒、英国的教会，因教因的囡仔讲，认真趁钱，认真欠钱，这是理财。但是人的温书、财政、收入，所有一切能力，拢是为着要荣耀上帝。也这你愿意吗？愿咱真做一个上帝手中宝贝的萝卜，宝贝价钱。虽然咱目前还阁无真清楚，但是咱跟上帝讲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求你帮助我。今仔日的希伯来书11章38节开始，用这的人是这个世间未堪的有的。恁得去听去年10月，牧师伫迄个所在有解说这个字，一定上帝所欢喜的基督徒，因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未堪得的。那亲像我有一个足宝贝的查某囝。哪有人来做亲情？兄弟，你想我敢会凊彩家嫁？我会感觉讲，你若门不当户不对，歹势啦，这个时代无应该去讲这个啦吼。但是做父母的总是会有感觉讲，你若一箍溜溜，也无责任，我要开家甲我的宝贝查某囝嫁互你。圣经咧讲，这个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不配拥有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上帝将伊的宝贝圣囝耶稣基督，伊赐予这个世间，世间人敢会堪得？虽然未堪得，但是上帝就是安尼做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予咱正对一个带有伊荣耀的基督徒，为着要互人咱身边的亲人，因为咱的存在受祝福。所以注意听这句话，是希伯来书11章内底讲足一摆，因着信。兄弟姊妹，恁今日对看这段圣经会有感触。恁注意这句话，这个人因为信仰有什么改变？我甲恁提醒这段圣经以外，最重要的重点，牧师要邀请你，问你家己，你来教会偌久啊？你伫这个信仰偌久啊？敢会当我牧师问你一个你唔免回答的问题，但是你用心思考，因为信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？因为这个信仰你有什么种的改变？伫信仰的面前，你敢有某一种的坚持？到今仔日，还阁无愿意改变？兄弟姊妹，因为这个信仰，咱有什么种的改变？面对这个上帝的事，到今仔日，咱要有什么种的坚持？咱无愿意改变。主人民帮咱，大比看到上帝荣耀，伊就改变；保罗看到上帝上好的、好得无比的生命，伊就改变。今仔日的圣经希伯来书，这个唔知影名的作者，伊看到伊的祖先一直2000年到伊发现，阮的家族因为信有偌大的改变。对拿阿、对阿伯来喊对撒母耳，一直，摩西开始。特别上我感动的就是圣经咧描写摩西的事。伊讲摩西因为伊的信心，因为伊的信仰，伊选择做犹太人，做奴隶伫埃及，甲伊的同胞同齐受苦，嘛无愿意做法老王的
贵族王宫内底王子，因为神，伊放弃荣华富贵，选择受苦甲责任。兄弟姊妹，信仰毋是一个枷锁，信仰毋是一个法规律法，信仰是一个祝福。只有真正领受的人，才知影这个信仰何等的宝贝，因为伊要提升一个真世俗、真黑客气、真垃圾、真无知的人，这个真理要互咱有无同款的选择。主帮助咱，所听的姊妹，咱拢同款，包括我。但是圣经互咱真侪信仰的前辈代笔，伊讲伫圣殿的内面，我要看见你的荣耀，甲你的作为。也即你愿意伫你的一生看见上帝作为吗？你愿意每一摆来做礼拜时，拢看到上帝的荣耀吗？也即咱做伙来领受。讲道不应该是干那责备，讲道应该就是一个提醒、甲邀请。亲爱的姊妹，伸出咱的手，互主甲咱看，你就会发现，行天路无搁再是足大的困扰甲负担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代笔安尼讲。我的生命受你创造，何等奇妙！代表是一个真正捌生命的人。我的受造奇妙可畏，这是我心生知道。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？上帝创造你，你要做什么种的人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安静想，伫这个信仰的内底。我到底得到什么？主怜悯帮助，兄弟姊妹，你配得，兄弟姊妹，你配得。我再讲一摆，咱未堪得，但是上帝讲你配得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吗？你愿意吗？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到圣经甲咱讲，你配得。伫你任何职业，伫你任何选择，伫你任何道路，上帝要影响你的选择，配得更美好的生命。主帮助咱，这就是代表伫今仔日所带互咱的经文。伊安尼讲，伫你的圣所，我仰望你。理由是什么？理由就是我来做礼拜的原因，我做礼拜的动机，我做礼拜的理由，就是要伫圣殿的内底看到上帝你的能力甲荣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所听兄弟姊妹伫恁的人生中间，亲目睭看到上帝的能力甲伊的荣光，互咱无怨无悔。互咱亲目睭看到上帝，兄弟姊妹，改变咱的价值观念，改变咱做选择的价值取向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好得无比，上帝的主爱比生命较好，上帝的主爱比生命较好。恁会当想象？代表讲这句话的是安那？伊是一个满足。伊讲上帝你的主爱深深的吸引我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上帝你的主爱深深吸引我，好得无比。所以我一生的年日，我一生我要活的时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我一生对今麦到将来到永远，拢要安怎？拢要举手宣告，举手赞美，举手阿罗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
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是一种享受，咱的生命是一种好的无比的生命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丰盛活命的上帝，愿来到你的圣殿，愿听到适量的前辈代笔，以及初代教会希伯来书这群基督徒，因拢学乐唱歌，唱一条生命之歌。伫因的诗歌内底，拢讲起上帝你好得无比。主，你今仔日的礼拜，阮对你讲，主啊，求你将好得无比的生命赏赐给阮，不但给阮的囡仔，嘛给每一个阮当时的兄弟姊妹，因的家庭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